来领受上帝话，记载伫新约以弗所书2章第10节。以弗所书2章第10节，因为恁是伊所做成的，是创造伫基督耶稣来行好事，就是上帝大圣备办的，要互咱行伊。再过来看另外一节，是以弗所书3章20节。以弗所书3章20节。上帝为行做搬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就是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以上，这是要请咱本堂题目师来讲到伊的题目是期待梦想的实现。咱同心来祈祷。主要听到爸爸上帝。阮感谢伫寒冷的天气中间，阮有缘有这个福气，会当到伫主你的面前，要来敬拜你。阮感谢主，你有阮这种的福气，求主你保守阮每一个人伫寒冷天气中间有勇健身体，也赏赐阮有属灵的智慧，开阮的心门，互阮会当来明白主你的教示。阮来祈祷恳求，靠主耶稣的名，阿免。大家平安。真寒吼，佮爱讲较大声，较袂冷哈。大家平安，有较烧热吼。咱伫今仔日1月16咱伫2礼拜前今年的即个头一个礼拜1月初2的时，咱有讲到新年的新展望伫咧。当一个新的年开始的时，咱拢望咱有一个展望伫咧。迄个时阵，咱有用诗篇92篇的第12节到15节所在伫遐来讲迄个正直的人、义人，行伫上帝看做好的人，即个人伊安兴旺亲像樟树。为什么要兴旺亲像樟树？因为樟树伫旷野的所在，伫迄个所在，伊会当活落来，是因为伊的根足深的，深啊到会当吸收着旷野中间的迄个水伫咧。咱伫咱的世界，咱伫咱的社会中间，大部分拢毋是基督徒。你的根毋知深到什么程度？你甲上帝结连，毋知结连有亲像迄个樟树伫旷野中间，永远会当活咧无？佫会当常常即个伊的叶仔真青翠啊无？咱更加需要安尼，所以咱伫新的年的中间，咱就要问出即个问题：讲你伫2011年的时，你毋知要采取什么行动，互你会当兴旺？亲像会当兴旺，亲像樟树，佫会当结果子，佫会当真茂盛伫咧。然后咱是互咱逐人会即种勉励。然后咱想到咱教会时阵，以前咱有提起着讲，伫今年中间咱展望至少伫4方面，咱望会当结连做伙。其实即个4个是甲咱的义象是三甲结连做伙。咱义象讲，咱对待是一个基督的教会，然后对外是宣教教会。为什么对待爱基督？因为基督当托出所有的咱这代志，基督是甲上帝一个真亲密的关系。你是到伫主的面前，伫遐甲伊伫遐咧交谈。所以咱提出来即个基督的事工中间，咱望伊是多元化、多元化的咧。有人可能真意爱迄种真出声来基督，有人真意爱是点点啊基督的。咱有人佫基督佫敢若无真清楚。咱长老会大概上惊就是爱叫伊开基督要安怎？所以咱就一个基督的教导。咱伫拜五的时，咱4个礼拜是5礼拜中，咱2礼拜至3礼拜中，咱拢是基督的教导，然后伫遐操练。然后咱佫一个是望所有人，迄个拜五是只大家拢在基督中间。咱分做6大项咧基督，每一项10分钟。咱照迄个顶头有写讲为着啥基督。拄啊，顶过去即个礼拜，咱就是叫做祷告特工队。迄基督就是将这6大项就去基督，你会感觉1点钟哪会遮紧就过去啊？原来是因为咱毋知影要安怎有即个操练的，所以邀请咱逐人拜五的拢咱来参与。伫基督的事工中间，咱会更较侪看见。然后咱有即个为今年开始的时，咱伫报告的时间，咱尽量无报告，逐个人个人看周报，然后咱用迄个时间来祈祷。咱毋拿呢，咱的即个咱的守望祷告，本来拢伫3楼的所在。咱为今年开始，由即礼拜开始，咱甲守望祷告伫咱的
伫咱的即个礼拜中间，咱伫咱即个会场中间，咱拢用7个所在是守望祷告。你以下所在，你若看到一张单，迄就是守望祷告的位置。咱伫无共款的位置的时，咱有无共款的功能伫咧。咱遮伫即个角啊，才有一位，咱秀芬小组长伊坐迄位就是。咱后壁迄个上后壁迄个角的时，伊什么义珍坐迄位就是一个另外一个，伊是伫遐看拢总的，这是包括着讲咱的圣歌伫咱即个中的所在。迄个中的所在是转到后壁迄个以外的所在，还有一个，迄嘛是守望祷告。然后伫遮的时阵是孝义坐迄位，看一下，头前迄位哈。然后佫一个右后方一个，然后咱楼顶嘛有2角。咱伫遮有守望祷告者，你伫你的桌顶，你伫迄个椅仔顶，你会看到一张守望祷告的一个位置。后壁的所在讲守望祷告到底要爱做啥物代志？但毋茫，咱这伫礼拜敬拜中间，有侪人为着咱守望。迄是咱祈祷的这个时间中间，伫今年中间，咱毋茫咱搁较落实一个，无咱哪会当称作咱是一个祈祷的教会。然后咱毋茫将这宣告教会，咱透过福音主日，咱会当邀请无道者会当伫迄个时阵来。然后咱家己嘛，毋茫让咱家己的灵命会当得到精进，所以咱伫灵命操练、灵命的操练。咱以前是2个月做伙，咱即嘛分做5月甲10月各一遍。咱今年的主题就是你有一个清气的心思，然后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是咱这教会毋茫咱达成要安怎呈现出来，要安怎会当显现出来？咱是毋茫透过咱的迦南文化伫遐来显现出来。这文化是啥物意思？像咱讲，你伫外口，你问人，你感觉对基督徒的看法，你感觉因安怎？因头一可能想着讲啊，我感觉因足喜乐的，我感觉因拢安尼无紧无气，我感觉因拢真愿意帮助人，我感觉因拢真有足平安，甲因相合做伙。迄就是你的性命活出来一种文化的。基督徒就是安尼，早时为什么互人称作基督徒？就是因为伊无共款，互人看作基督徒。你要加入迦南教会的一份子的时阵，咱会当活出来迦南文化到底是啥物？所以伫顶会时，咱已经解说着咱的文化是啥物，然后咱伫地北中间问讲，咱到底咱对即讲在即5项，咱有啥物特别？咱会伫遐来努力。其实即5项，甲咱前咧学习嘅即人生，啥物人生5大人生中间是完全是结连做伙。伫顶会咱无讲遐尼一清楚，伫小组中间发现讲有诶，毋是讲真清楚，所以伫即所在牧师佫特别来解说者。咱拢会记得就是啥真。感给和睦创新，咱做来讲讲真诚、感恩、给予、和睦创新。真诚甲感恩的是敬拜，敬拜。你伫到上帝面前，你无可能假，你可能表面互人看起来讲，我看互人看出来袂讲我即摆心内是安怎，迄是对人，你会使安尼骗无要紧，但是你对上帝无办法。所以你要敬拜，你只有怀着真正真诚恳的这种心内才有可能。诚恳的真诚内底边，要强调是正直、忠心、甲诚实、甲节制伫咧。因为对抗的是啥物？是迄种会安尼虚假、虚假啦，爱用巴结啦，讲一寡表面的话安尼，是对我讲一寡这无好话，试过咧脱咧。这是属于咱敬拜的这种生活伫咧。感恩的心嘛，共款。你若无迄种感恩的心，你无可能来敬拜。所以你要来敬拜，你一定要存着有一个感恩的心伫咧。伊是带来是祝福，是好的想法，正面的想法。讲是造就人的话，是谦卑的。要对抗的是啥？迄个伫遐一个人咧抱怨，伫迄个有一种负面，有一种思想，伫遐讲一寡无造就人的话，还是骄傲。互人诶，这是啥？你是个侍奉，你领受着听以后，你就愿意要互人，所以你要甲别人服侍，你要甲侍奉，你要甲服侍。伊强调是迄种真关怀服侍，甲愿意付出甲别人来分享诶。伊说对抗啥？迄个自私诶，对别人真冷淡，当着要求别人我所讲诶，我听着我，用我做中心，我是安那，大人拢无咧关心我，无。咱互人教示是讲，你已经领受着听，是你要去关心别人，毋是别人来关心你。你过侍奉的人生就是安尼，你愿意要互人要付出，何目是啥物？
你要真做一个互人和平的人，你才是上帝的囝儿。所以带来和平，带来亲密，带来互动，带来柔和，伊是一个团结的这种生活的。对抗啥？对抗冲突、论断、批评，甲即个讲一寡这无影无正的这代志。然后最后就讲创新就是啥？咱拢过一个成长的人生伫咧。咱所强调是咱来改革，咱来成长，咱愿意受教，咱愿意伫遐是非常积极的咧。阮无爱诚做迄种停顿，无要进步的，无要长进的，啊，甚至是培育。是咧，啊是伫遐评断的。这是咱迦南文化的形式，换一种话语，互咱较会当熟悉的话语，伫遐要活出来咱的人生到底是安怎？其实这就是咱教会的五大功能，伫遐要所要显现出来。咱毋望咱逐人伫即个新的年中间，咱有一个目标，咱伫遐要来完成。但对个人来看是，咱诚做一个正直的人，咱参与樟树，在伫咱要甲主伫遐来结连做伙时，你嘛会当有对你家己有这个期待，甲你的即个梦想伫咧。你毋知伫新的一年中间，你的这种期待，甲你的梦想是甚物？你感觉你即个梦想真容易伫遐来完成袂？还是未完成？那未完成，迄毋是咱所要讲的梦想，迄叫做白日梦。迄你咧做妄想的，无咱遮讲的即种梦想，就是讲你毋望会当达成的，迄是你的一种期待伫咧。但是咱拢知影，咱的性命是上帝咧掌管，宇宙嘛是上帝咧掌管伫咧。所以即个掌管是咱会当倒转来想，我若有即个期待，我有即个梦想时，我应该甲上帝来结连做伙。上帝对我的期待是甚物？伊若对我的期待是安尼时，即个诚做我的梦想，诚做我的期待，我一定会达成的啊！因为上帝要爱我来做啊。所以，针对咱的问题是倒转来讲，咱是毋是感觉讲，我的期待甲我的梦想要实现的时，上较重要即个因素到底是甚物？是毋是有啥物条件伫咧？还是有啥物心态？我应该啥物存着啥物心态？还是我有啥物动机伫咧来行即个期待甲即个梦想伫咧？你毋知知影，你的期待、你的梦想无实现，是无愿望，还是还未实现哪定？伊是咧当咧听候。上帝互咱的应允到底是甚物？上帝爱咱伫即方面到底是安怎？上帝爱咱家己有家己的想法，毋是？上帝爱咱的即种期待会当伫遐来得到实现未？咱来看头拄仔即个圣经节，以弗所书第2章的第10节，我邀请咱大家做伙来读来。因为恁是伊所做成的，受创造伫基督耶稣来行好事。就是上帝大先备办，要互咱行伊。过来，以弗所书第3章20节，上帝为行做搬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就是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头一以弗所书第2章第10节，讲咱拢是上帝所做成的。法务办讲啊，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有一个翻译讲，我们原是他的杰作，杰作。你我拢是上帝所做的杰作。杰作的意思是啥？这个创始者看这好再摕出来。你个艺术家若要甲伊的杰作摕出来时，伊若感觉无满意，伊在你安那搁定修，修到 OK， 伊才摕出来杰作。咱每一个人生出来是上帝看这好的杰作。就无咱每一个人拢是无共款的这种目的伫咧，所以上帝想是运数无共款，才能无共款伫。但是爱相信，你拢是上帝所创造的杰作伫咧。要创什么？要行好。其实个圣经在已经甲咱讲了清楚，上帝对咱的期待是什么？期待讲咱互伊创造出来是要来行好，要安怎要帮助别人。所以咱讲基督徒的这人生观是因神益人。我爱因跟上帝因为创造我互伊感觉真骄傲伫咧。哇，创造这个杰作有影是真正活出伊的性命出来。然后我阁对别人有帮助，若无我活伫这个世间就无路用啊，无影响力。有你甲无我拢共款啊。无上帝爱你安怎代替伊来做一寡好事伫别人的身上。你会当做成袂？会。以弗所书第3章20节就甲咱讲。伊所做伫咱身上的，啥来超过咱会当想象的。
咱要伫新的年中间，咱要有咱的期待、咱的梦想的时阵，上帝对这方面，你感觉上帝应允是甚物？咱来看上帝应允伫圣经在中间。哥林多前书第13章，咱拢知影，迄个是讲到疼、忍耐是熬宽容，无怨妒，安尼等等一直去。但是到最后一节，伊讲安怎？13章第13节，伊讲诶，现今所存的，就是信、毋忘、忍耐这三项。所以讲啊，其中第一大的就是忍耐。法务办讲呢，如今长存的有信、望、有爱。所有的翻译本拢讲到这个长存的时，拢讲安那永远直的、永存的、永远袂废掉的，啊，一定直的。所以，比如讲，这三项袂因为世界安怎，又都无去，永远够直的。但这三项变哪连做伙？原来你就是有信心。然后你带来毋忘以后，你就能领受到迄个疼，啊，将这个疼会当去分互人知。所以，这个对象是啊，对上帝来讲，上帝讲你爱对我有信心，对我有信心的时候，我就带互你毋忘的咧。然后，这个毋忘你啦，你就去领受到疼，你会当将这个疼去分。这三项永远伫咧，袂伫遐无去。别项物件可能会无去，但是这三个永远伫。所以，甲咱讲，咱的人生永远是有毋忘的。所以，咱会当期待咱的梦想，这拢总会实现伫咧。伊的关键伫倒位？因为有信心，就是你对上帝这个瓦靠伫咧。我想咱伫咱的生活中间，咱拢会碰到这样代志。你的期待啊，这个梦想是常常会左右真侪代志，特别是针对父母的，对这囝儿伊的期待的时阵，常常会赢过这个囡仔家己本身的能力。伊真可能生来时，伊是伫这个维度足足够有这温数的，但是当伊还未开始伫遐甲显现出来时，咱可能就是父母就教咱意思讲，我毋望你成做一个音乐家。细汉就开始教伊去学上课啦、弹琴啊，啥物去，到最后伊可能伊的这个维度已经无办法伫遐来显现出来，只有照着父母的期待伫迄个所在来显现出来。所以只讲父母对囡仔的期待，其实比囡仔的能力更较影响着伊的一生。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你知影上帝对你的期待是甚物？你若感觉你的人生无感觉真安尼活出你的丰盛的这个生命出来时，可能就是因为你毋知影上帝对你的期待是甚物。上帝对咱的期待到底是甚物？是过一个丰盛的生命。他拄仔演讲是要互咱行好，行好了向上界好，向会感觉上界伊的生命真有意义，就是你家己。你感觉你活伫世间非常对人有帮助的咧。所以你会感觉你的生命足丰富的咧。上帝爱咱活的生命，就是这种的生命，丰盛的生命的咧。因为伊创造咱，就是要退伊来行好。但是咱要安怎会当得到？咱需要真正确的这种的思想才有办法。所以直接甲人讲，你若要有这个丰盛，有感觉过你有这个丰盛的生命的时阵，第一步你就是爱安怎？你的梦想、你的期待，就是爱甲上帝符合的咧。而伊是遮尔大的，毋是只小的啊！小的你无办法，迄是丰盛的生命。你敢讲我活了有淡薄意义的咧？我毋是真有意义的咧。丰盛毋是迄个一点啊啦，丰盛是真大的，所以你要一个真大的这种梦想的咧，佮期待一定会实现。为什么？因为上帝要祝福伫顶面。但是你会感觉在遮奈无？我敢若真知影我会安怎，但是为什么哪拢总还未到？圣经会咱教示讲，你爱听候，是谁咧听候？上帝咧听候，还是咱咧听候？上帝咧等咱准备好了，毋是讲咱已经准备好啊，咱咧等上帝。上帝，你还未准备好，你紧的啦！我已经准备好啊。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啊，伊知影倒一个时间是上介好，所以伊知倒一个时阵爱，是因为你还未准备好。所以，毋茫讲，咱会当准备好时，伊就要。咱咧准备的时要创啥物？你毋通伫遐戆等，你是时间还未到，还未实现出来，咱的梦想还未实现出来时，其实是咱来准备家己。咱个思想讲，上帝一定会祝福伫咱的心中，因为上帝祝福就是安尼。当咱咧听候的时阵，才要互咱三个建议。你要互你的期待会当实现的时，有三个建议。头一个，你的这个梦想爱清楚。
佫爱真正面的。上帝无可能祝福伫你的，你家己都无啥知影的梦想期待，嘛无可能祝福伫你即个负面的。哇！要做一寡遮歹代志，上帝要祝福伫顶面是无可能的代志。所以你的梦想，你要期待要当实现时，头一个伊是非常的正面，伊是非常的清楚的咧。咱伫箴言第23章第7节时，第甲咱讲，因为伊的心安尼想，伊做人也安尼。就是讲，咱若对这代志，咱若真清楚，时阵佫真正面，咱就常常来想的时阵，咱这代志就有可能实现甲成就。为什么？因为你会为着伊努力啦。你会为着要达成这事，我才开始准备啊，装备。像讲，第时牧师互人邀请要去讲一个题目的咧，哇！伊互这题目我都毋捌讲过要安怎？哇！想，逐工咧想讲，这到底要安怎讲？开始爱去找资料，开始爱去想，开始去思想。你只有安尼，你才有到时你会当伫迄个所在会当显现出来啊。人对你的期待要实现，因为你家己有准备，才有可能。所以你家己爱常常去想，然后你就会当去。你若无清楚，你变哪会当去想？你若无正面，上帝变哪会当祝福你顶面？你知影上帝通常祝福伫咱的顶面是照着咱期待的赞处来祝福伫咱。上帝本来要互你祝福遮尔多的，但是上帝问你的时，你结果敢若讲安尼尔定？上帝就完成你啊，就是安尼若定。但是伊要互你遮多，为什么安尼？咱看新约中间是耶稣定人问人讲呐：你爱我为你做甚物？你爱上帝为你做甚物？上帝会当甲你做遮尔大，但是你可能敢若讲安尼尔定，因为你对你的梦想、对你的期待无清楚。所以你若你是新的年中间，你的期待、你的梦想要伫遐来实现时，你要有一个真正确、真清楚的。上帝要互你是非常大的。但是你若无相信时，自然你就袂当接受到啊。所以才甲咱讲啊，你若无相信，你的上帝是使互咱丰盛生命的，你自然就失去伊的这个祝福伫咧。那呢，咱也着爱用上帝互咱的这种正面的思想，要对抗咱原来受的这儒家的思想一寡负面的。像咱的成语中间定讲祸不单行，讲迄歹代志袂干那来一项啊，迄地方一直地来，一直地来。啊，若即个好，福不双至。迄福气哦，袂两个做伙来，那么干那一个安尼啦。好代志拢一直来，歹代志安那，结果好代志干那来一个，歹代志安那，哇，一直来。啊，是讲好事多磨，这可能是互咱一种安慰，一寡成语讲啊，放心啦，这拢嘛是安尼。其实上帝互咱祝福是安那，更大。上帝要互咱祝福，毋是要互咱一件啦。咱头拄仔因所分的歌讲安怎？天父恩典真正大，伊互咱的福气是安那？是绝对有够个，是你有领受着无？你有领受上帝互你这恩典啊无？你要咱会当常常会当去知影着遐，你爱写起来。咱毋是干那爱思想讲，我有一个清楚正面的这种梦想，你甲写起来，写起来以后，你有办法才会当来做见证啊。咱人足容易安那，足容易袂记咧，无偌久就袂记咧。上帝的心者伫咱的心上，咱定定嘛袂记，经过一个月，经过一年都袂记咧。所以咱定讲啊，心者袂当拯救你，因为你真紧就甲袂记咧。但是你若写起来，你常常伫遐思考时，你就会当搁一摆来想起。上帝甲哈该即个哈巴谷甲哈巴谷先知时，甲讲着即句话，叫伊讲爱写起来，因为安那到时一定会实现的。所以犹原共款，咱嘛是安尼。当然伫年头所讲的即种迦南文化，其实伊就是一个清楚，非常清楚。咱要强调是甚物？咱要对抗的是甚物？伊是下伫上帝旨意的，照着圣经的教示的，所以是一个清楚佮正面的一种梦想伫咧。咱若常常伫迄个所在来思考时，常常来提醒着咱家己的时阵，上帝就会帮助咱，将这是画出迦南文化的人出来。这是互咱看伊第一个，咱要咱的期待梦想来实现的时，头一项就是咱要有清楚正面的这种梦想。第二，咱在学习用来用上帝眼光来看家己。圣经中间有讲到这个基甸的故事，记载伫士师记第6章的所在。
伫遐讲到有一段是话，就是上帝使者甲基甸伫遐咧讲话。上帝使者见到基甸时讲一句话，伫12讲安那。上帝使者对基甸来显现，对伊讲：大溃力的勇士啊，耶和华甲你敌对。伊叫基甸叫大溃力的勇士。咱来记咧，迄圣经中间记载，迄阵基甸咧创啥物？基甸关伫一间厝内底，伫遐咧拍册啊。册啊，哪有人伫厝里咧拍？咱嘛伫外面的即个广场伫遐拍。为什么？伊惊米甸人知影，所以米伫内底咧拍册啊。所以坦白讲起来，伊是一个安那，哪有可能大溃力的？伊是咧惊死的。但是上帝叫伊讲，伊是大溃力的勇士，刷落因阁有对话伫咧。伫15节所在，基甸阁甲讲啊，主啊，我要用什么来救即个以色列啦？我的厝里是上界善用的，我也是智美水一个，我哪有办法？耶和华甲讲安怎？我甲你敌对，你要拍米甸人，亲像拍一人一样。因为安怎？我甲你敌对。咱若用咱家己的眼光来看人，咱拢是智美水，咱拢无气力，咱逐项都袂使啊！我无，咱看我你的上帝若要用你，就啊，我无迄个无口才，摩西有口才无？嘛无啊！但是真做即个以色列人历史中啊，遐尔重要的人，因为上帝要用伊。你愿意互上帝来使用，所以咱看伊讲，你若要互你的即个梦想，你的即个期待会当完成的时，会当实现。重点就是讲，你安怎来看你家己？你安怎来看你家己的时阵呢？你来用上帝眼光来看你的时，至少你会使带来3个态度，会当帮助你。这3个态度是啥？就是讲，我愿意互上帝来使用，我愿意，我袂去互过去这失败来拍倒，我袂即个放弃伫咧。关于上帝使用来讲是啥？上帝要用人，毋是因为你有才能，毋是你的即个背景偌好，你的世家安怎，毋是安尼。上帝要用你，是因为你愿意互上帝使用。耶稣敬的12个学生内底迄个班长彼得，伊是啥物读啥物硕士、博士、哈佛啥物？无，伊是创啥物？讨戏的啦。讨戏，我毋是讲讨戏人无知识啊吼。迄个时阵的讨戏安那，差不多是无好通读啊，就是安尼起来。但是上帝要用伊，最后互伊变做一个安那写出来。即个圣经中间，彼得前书后书，伊安怎去传福音？无即个遐个人安怎来带出遮个？因为愿意互上帝来使用。2008年的时阵，有一位布永康牧师。咱伫即个网络直播看去，伊安那伫欧洲做真好的报道的，伊一报道拢是几百万人的，迄影片中间会当看出来。因为迄乌坎坎，非洲人本来就乌咧吼，所以看到乌坎坎，看无遮尔侪人啊呐，实际就遮侪人哦。但是伊的资料甲咱讲啊呐，伊19岁的时阵，伊还袂晓讲英文，伊是一个德国人。伫欧洲的所在，19岁佫袂晓讲英文，即个人表示讲伊的即个啊，伊的资历，伊的即个资质啊，无啥聪明啦。上帝竟然用即种人，为什么伊愿意？伊家己写中间讲，伊即摆问上帝讲，为什么你为什么你要用我？上帝讲，其实哦，你也毋是第一个，你也毋是第一人选呐，啊，你嘛毋是第二人选，你是第3人选。布永康问上啊，你哪会用头前即2个？伊讲第一个安呐，无愿意啦；第2个安呐，无顺服啦。伊听到安尼，伊讲安尼，上帝你免阁找第4个啊，我就是，我伫遮找我。上帝要伫的，毋是讲你的才能偌有，所以我用你。布永康即马一报道拢是几百万人信主的，上帝为什么用的无用迄个一流的？因为迄一流无愿意，无顺服，但是不用康愿意，佮顺服，所以上帝就用伊。哥林多后书，是的。哥林多后书第8章的12节所在底下讲上帝要用你时啊，你若已经有即号心热心的人，就得到接纳，是照人所有的，毋是照人所无的。上帝要用你的时，是伊知影伊要用时阵，毋是你迄足够迄部分，颠倒你其他你看这无好遐物件，上帝伫遐要来使用伊。
咱伫教会中间常常有一寡呼召，毋茫你会当出来斗帮忙。你看，周报逐工嘛有写着讲维新的即种公益的卫生公益的，毋茫咱欠什么人伫咧？你家己看着时，你无感觉这是上帝咧呼召你是？你可能想足个理由的，我无时间啦，即部分我袂啥会晓，是我啥物？你找足个理由的，你敢若摩西当初你无爱互上帝使用共款，想足侪咧。上帝毋是要听你这理由，上帝讲你愿意无？你愿意就要来帮助你。咱有备课啊，咱有其他人甲你训练啊，等等这，你是愿意啊无愿意？有人伊免备课伊嘛会晓，但是伊无愿意。上帝要安怎使用伊，无帮我用伊啊。你愿意由上帝来使用啊无？上帝要使用每一个人，只要恁若愿意的心。你若用上帝眼光来看头一个，你愿意用上帝使用。第二啊，你就袂互过去即个失败伫遐来，甲你拍倒。咱的梦想要实现的关键之，就是咱毋通去受到过去的这限制伫咧。咱看以色列人为什么伫旷野40几年？因为出埃及一直到迦南地坐车7点钟就到啊，游览车驶坐7点钟就到。行路有人捌行过，行11天到。为什么要行40年？因为因受到过去伫即个埃及遐无好迄种思想伫遐影响着。因开始是感觉讲，阮的生活应该真安尼富足。虽然我无自由，但是我要食就有通食，我要啉就有通啉，我要创啥就有通。对旷野无水无肉要安怎？开始抱怨，开始安尼对上帝不满，对伫迄个所在来受到处罚。因为伊受到过去的这经验，互伊来限制着伫咧。但是上帝要甲咱讲，伫以弗所书第3章的20节，伫即个所在讲，就是咱头拄仔所看的，伊是要照着伊行伫咱内底即个关联伫遐赏赐互咱，就是你有顺服伫伊的心上的时候，伊就要来祝福伫咱的心上，毋是互咱看去以前的。咱过去的经验继续影响着咱，但是咱无爱受到伊的影响。咱袂当改变伊，但是咱会当学习着功课。但是咱无愿意伫迄个所在受到伊的影响，咱会当尽力要去完成上帝互咱即个梦想伫咧。保罗伫第3章腓立比书第3章13节来讲，伊伫遐讲啊，我就是袂记咧后壁，敢若伫伫头前的。咱毋通互任何人、任何事甲你讲安那，你袂当的。上帝根本就无听你，人拢无一人听你，你嘛无迄个才能，无上帝要甲你讲，用上帝眼光来看你的是，每一样拢是伊的杰作，所以伊要来用你，伊就一定互你会当的。靠家己袂当，靠上帝万项事拢会，毋通互过去即个失败甲咱拍倒。第三，你永远袂放弃。这一句话讲啊，得胜的人毋是将来袂失败的人，是一个啊将来无放弃的人。每一个人咱拢有失败的经验伫咧，你若因为失败，你就愿意去做阵，你就讲做真正失败。但是你若安尼学习着功课，我去继续无放弃的时啊，你最后就变做一个得胜的者。伫撒母耳下上卷第30章第1节到第6节，伫遐讲到大卫用一个经验，伊带伊的军队出去外口的时，因所徛起迄个城叫做士革拉。伫士革拉的所在呢，即个亚玛利人呢，带军队去甲士革，等伊无伫的时，去到因即个城，将因的某囝财产拢总个抢去，无杀死，但是拢抢去。等因倒转来时，看到逐项拢无去的时阵，圣经讲到因安那，因伫遐大声吼到无力。法务办讲啊，因伫迄个所在哭到没有力气，了煞落安那开始抱怨。开始摕石头要顶大卫，因为大卫的原因，所以造成安尼。大卫甲因做伙伫遐好到绝望去，但是到最后时，伫遐写一句话讲安那，讲大卫倚靠耶和华伊的上帝，心坚定。大卫无放弃，大卫知影伊所倚靠的即个耶和华上帝是伊会当倚靠的。伫咱的生活中间，你若用上帝眼光来看你家己的时，你嘛是要安尼。你袂因为遇到一寡困难的时阵，你就伫迄个所在开始来放弃。伫哥林多希伯来书第3章14节，伫迄个所在嘛讲咱的坚持啊，到底时啊，你就有份伫基督。
最后一项就是讲，你要实现你来挖克上帝即恩惠的。恩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讲啦 ，favor，do me a favor， 帮助我，你会怎毋得甲我帮助袂？就是安那，你要靠挖克上帝好意，上帝即种帮助的咧。咱所要完成的是属伫天的即种梦想的时，咱就要靠上帝，毋是靠咱家己。箴言第8章的350甲咱讲，而且讲，因为找着我，就是找着活命。也是对耶和华得到恩惠，找到上帝时，就得到伊的即个帮助的。咱若信靠上帝时，咱特别得到上帝的即个帮助的。希伯来书第4章的16节，伫迄所来讲，要坦然来到施恩宝座前，到即稳定无，你就是来得到啊！上帝特别得到，要帮助你，你要得到怜悯，你要得到稳定，你要得到及时的即个帮助。惊是惊你家己毋敢到伫主面前，因为咱的罪阻挡着咱啊。咱应该注意的是讲，我该做到底是甚物？毋是爱注意着讲上帝哪会无做，哪会无完成伫咱身上？你莫怀疑，当你的部分做出来时，上帝祝福就到伫你的面前。上帝该做，伊知影什么时阵伊会做。咱来担心的是担心咱，所以你若听有人咧开始咧讲着讲，上帝拢无听我的祈祷。啊，为什么我祈祷遮尔济拢还袂够？其实，迄个责任是伫你，毋是伫上帝。因为上帝是逐项代志拢知啊。什么时间上好，你对你上好的时间甲内容是啥物，伊拢知，是咱家己毋知哪定。咱来倒转来想，因为咱还袂准备好，咱毋知咱所要伫的到底是啥物。咱应该尽咱的部分做时，上帝祝福就要到伫咱的部分是啥物？以弗所书第4章13节甲咱讲。你会有伫即个认捌上帝囝无？你有诚做一个完全的人啊无？你有亲像基督安尼充满伫即个得到即个基督会充满到伫咱的即种成长啊无？这是咱来去思考的部分，毋是思考讲上帝啊，你哪会无帮助我伫咧？但是咱常常咱会伫基督中间讲，我咧做啥物代志，求主你帮助我，我这代志会当顺利，啊是啥？但是咱知咱所做下上帝心意无？所以，若换一句话讲，咱毋是要求上帝祝福伫咱所做，等于是咱要去祈求，什么才是上帝爱咱做的？因为迄样代志，上帝已经祝福了。意思就是讲，咱应该去找着上帝的心意到底是甚物，然后咱去做迄样代志时，你免啥求，上帝祝福就已经来，因为迄个是上帝所要祝福的。所以，毋望咱会当道理伫上帝所托付予咱的这种梦想，去做上帝所呼召咱做，因为伫这项书顶面有上帝恩惠、上帝帮助已经咧听候咱。所以伫新的年开始时，咱讲咱的梦想、咱的期待会伫遐实现。为什么？因为你要去找下伫上帝心意的期待甲梦想伫。这才是咱新的年一开始时所应该注意的。咱新的年一开始，结论来看，先就是讲，咱的这新年的这梦想，应该甲上帝来结连做伙。领是上帝予咱的梦想，毋是家己的。咱对上帝梦想是爱清楚、爱正面的。然后咱就安那，咱就会当顺服，咱愿意由上帝来使用，啊，毋通互过去这失败伫遐甲咱拍倒，咱无要放弃，因为上帝要祝福伫咱身上。咱不断来挖靠上帝恩惠伫咧。那呢时阵。咱特别大家会当大胆来期待，咱的梦想会当得到实现，因为上帝已经予咱美好甲未来即个盼望伫咧。祝福大家伫新的一年开始的时阵，咱会当有迄种下上帝心意的即种伟大的即种梦想伫咧。咱就带到上帝面前来献上，一定要得到上帝的祝福。咱的梦想甲咱的即个期待就要来实现。这礼拜中间，咱有问题思考，咱有小组，咱有问题思考，只讲到3个，咱可能系伫咱的祈祷中间，讲有啥物代志常常限制着你的想法甲期待无？啥物迄个失败、负面的思想，你会惊吓、无信心，甚至有即个魔鬼来即种会控诉伫咧啊无？你有相信你的生命中间，上帝拢咧甲你看过，咧甲你保护，只有遐尔啊困难啊无？啥物你的信心无够？啥物你的罪阻挡着你甲上帝的关系？咱毋通袂记伫约翰一书第1章的第9节讲：你若认你的罪，上帝是信实是公义的，伊一定要赦免你的罪，要洗清你一切不义的。
第三个讲，你对你的性命有啥物期待无？有啥物梦想无？你有信心伊会实现无？伊是上帝互你的梦想啊无？人袂记得上帝是爱咱有过一个丰盛的性命。咱若结连伫主的时阵，咱就知，迄个毋是一个白日梦，迄是上帝互咱的期待甲梦想。咱同心来祈祷。主必听当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伫新的一年开始的时阵，主你就互阮有应允，讲现今存的就是信望、信心、望甲忍耐。原来阮若对主你有信心的时阵，阮就永远有即个望伫咧。求主你来帮助阮伫新的年一要开始的时阵，阮拢有一个真正确。佮真正面、真清楚的这种期待，就是对主你互阮即个期待甲梦想伫咧，互阮会当伫迄所在实现。求主你帮助，互阮会当常常用上帝你的眼光来看阮家己。你帮助阮会当常常挖靠着主你的恩惠，就阮今年2021年所要行路，就得到主你的保守甲看顾，会当得到主你的祝福。献上阮的感谢甲恳求，这是阮同心用使徒圣经来告别阮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是定是日个四败众落阴府。第三日对世人中国话上天，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我是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最赦免肉体各话永远的活命。阿门。